幾個世紀以嚟，日本周圍嘅地殼斷層不斷咁樣俾太平洋板塊向下擠壓同埋拉曳。整個上層板塊就好似一塊隆起嘅磚頭，就咁樣佢不停咁樣被擠壓，跟住隆起，接住地震就發生，佢又彈返去原本咁嘅樣。上層巨大板塊嘅突然回彈，將大量6公里深處嘅海水向上抬升至海水嘅表面。當海水回落，巨大波浪就擴散到整個海洋。同普通波浪唔同嘅係，佢更加似爆炸後嘅衝擊波，只有1米高，但係厚度就有100公里，而且速度非常驚人。